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来吟俄罗的圣诗，圣诗272首，愿爱上帝圣殿，请起立来吟。我来上帝圣殿，着作人间着黑，这一家我多满意，也归世就无比，这世界多的主。阮爱上帝殿院，阮爱伫遮吟诗阿罗上帝慈悲，阮用信实的心来敬拜你。阮们要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安尼对你祈祷讲：愿伫天里的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甲来用启应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57篇，启应文57篇，离新圣诗的后面1103页。三甲来启应。我是真的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连伫我果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
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你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温度。咱三感额头来感谢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福保守，国联教会众兄姐伫过去的一礼拜平安顺遂。阮欢喜伫今仔日的圣的主日，三甲主日伫你的圣殿吟诗唱歌学罗你，同心来敬拜你。相时，我嘛要用诚实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反省，当阮拄着试探艰难的时，常常离开主你的道路，求主你怜悯来教示，圣神来帮助扶持阮的软正，坚固阮的信心。天父上帝，我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为着台湾、中南部，因为风台、落大雨，侪所在淹大水，造成真大的灾害。求主来安慰受灾的家庭，嘛来催逼中央地方政府来调度更较侪资源。伫未来会中建的工课，努力来拍拼，互人民伫艰难的环境中得到平安。天父上帝，阮欢喜感谢今仔日邀请石万路教会陈美世牧师来到阮的中间。阮知石万路教会甲古田教会有真深的结连，这拢是主你所建立、所疼痛的教会。无论是古田教会伫社区真多出外人的教会，也是石万路教会早期透过客服班关怀细囝、青少年的服侍，主愿知，这拢是你的引带圣神的工作，互这教会伫社区做光做盐，传播主的福音，成做上帝祝福的记号。我要将下面的主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主的手中，仰望主你亲身保守引带，透过陈牧师的正道，领受对天顶来的信息，互讲的、听的，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我咱的祈祷恳求，拢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昨天晚给多，昨天晚给我，昨天里天我求，昨天晚给多，昨天晚给多，天我求的笑。这是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旧约耶利米书13章第1节到第11节。耶利米书第13章第1节到第11节，我来共读。
耶和华对我安尼讲：你着去买一条满布的带来下腰，唔通下伫水里。我就照耶和华的话，买一条带下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摆临到我讲，着摕所买的带，就是你腰里的带，起来去逼力，伫遐放伫石盘空。我就去放伊伫逼力，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过侪日，耶和华对我讲：你起来去逼力，将我吩咐你的放伫遐的腰带摕来。我就去逼力来掘，对我所放的所在摕迄条带，看迄条带已经歹去，拢无路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耶和华安尼讲，我要照安尼败坏犹大的骄傲，甲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一个歹的百姓唔肯听我的话，照因的心的公硬去行，国趁别号的上帝服侍伊、跪拜伊，因要亲像这条无路用的带。耶和华讲：腰带怎样连伫人的腰？我有互以色列甲全犹大全家连伫我，也是安尼，要互恁做我的百姓，做我的名声，做我的学路，做我的阳光，总是因唔肯听。以上愿上帝祝福听趁伊的话，搁照安尼来行的人，趁外对来学路。好啰嗦，咱请大牧师来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着腰里的带。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会当搁来到咱的中间，甲咱三教分享。每摆转来到固定遮，就好亲像回娘家吼，得到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中集真好的款待甲帮赞。今仔日是万路教会已经进入伫第10年。但这10年的中间，也拄着真侪困难，总是因为恁做阮的靠山，互阮伫拄着迄个厝主无爱租厝互阮的时阵，阮还阁有退路，因为咱的帮赞，所以阮伫遐有买一个教育馆，吼，也当做牧师馆，也当做礼拜的所在，所以互阮会当退去伫迄个所在，继续伫遐福音的事工。今仔日阮嘛真感谢主，吼，会当搁伫山骹有租一个所在，拄好伫学校的边仔尔，所以阮伫遐会当做真好的客户班的事工。甚至对今年开始，应该会开始开拓搁较侪福音的事工伫迄个所在吼，互侪侪人会当透过阮会当认捌上帝吼，认捌福音。今仔日这段的经文是伫我灵修的中间。当我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阵，感受到足深的这个印象吼。我读遮侪摆的经文，总是这个经文拢无伫我的头壳内，总是我搁一摆来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哇！这整个的图样一直吸引伫我吼，所以我今仔日就要用这段的经文来三甲来甲咱大家做伙分享。这段的经文。是伫先知亚利米的时代亚利米迄个年代当亚利米做先知的时，拄啊好伫约书亚约西亚约西亚这个没有灯。好，伫约西亚的迄个时代的后半较后壁的年代伊伫遐来做先知伫遐来做先知，伫遮来传上帝的福音伫遐来传上帝的福音。然后伊毋若干那伫约西亚的时代来做先知，一直。对约西亚开始，一直到希底家，这个年代拢是先知亚利米伫遐来做先知，来传达上帝的话来传达上帝的话。所以大概故事的时间大概是626年到586年。这个时代拄啊好，以色列犹大国真无稳定的时代，真变动的时代在灭国进前的这个时代，先知伊为早甲暗，一直咧传达上帝的话这传达上帝的话有23年久，为透早甲透暗，一直甲因讲，恁着听上帝的话，恁着倚靠你的上帝，毋通搁去。拜遐个假神毋通去拜遐个假神，恁着活倒转来找你的上帝来找你的上帝。总是伫这23年的中间，亚利米的传达，遮的百姓拢无听。所以伫即个中间，上帝因为因的无听话，就伫遮来兴起其他的国家伫遮。来处罚因，所以咱看见以色列百姓，因的骄傲，因的无听话，因的自我，总之是我做啥物拢对掠做家己足牛的去缀别个神明，去敬拜别个神明，即个事互上帝非常的即个无欢喜所以咱看见伫遮。先知一直甲因讲，恁着听话，总是因无爱无爱听话。所以伫遮，咱通看见，因伫即个中间，上帝就兴起巴比伦伫遮来攻击因，而且甲因掠去，甲因所有的拢摕去，互因伫遮拄着死亡，家庭的破碎，国家的灭亡，伫即个中间，以色列。
因伫即个过程的中间，虽然遮尔无听话，遮尔无乖，总是上帝有缘疼惜因吼。所以咱看见上帝疼人，不断伫人的错误的中间，人的无听话的中间，有缘还阁会当找见先知伫因的中间一直传，恁着听话，恁着听话。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见上帝今仔日伫遮透过即个异象、即个图样，甲亚利米讲啥物？你着去买一个大，你着去买一个大，然后即个大毋通甲徛伫水中，你着甲绑伫你的腰的中间，吼，绑伫你的腰。我伫啥讲？着甲绑伫你的腰的中间，互伊会当安那，甲你安那结连做伙，吼，结连做伙。啊，伫即个中间，上帝要表明啥物？上帝透过即个大来甲咱表明，伊望会当甲咱亲近，望会当甲咱建立迄个真亲密的关系，真亲密的关系。借着即个真亲密的关系，上帝互咱会愈来愈水，会当愈来愈荣耀、愈体面。吼，所以即个大，互咱通知影，上帝透过即个大，要传达伊疼咱的信息。透过即个大，咧甲咱讲，伊望甲咱建立迄个真亲密的关系，真亲密的关系，就是迄个依附关系，吼。这是上帝要爱的，这是上帝要爱的。所以伫遮，咱要想看觅咧。你敢有即款的渴慕，甲上帝建立即款足亲密的关系？伫即份的信仰的内面，你捌想无？你望会当甲上帝建立真亲密的关系。咱逐礼拜来到遮，可以给我一下吗？咱逐礼拜开时间来到礼拜堂，伫遮来做礼拜，你的期待是啥物？你的望是啥物咧？啊是每一个礼拜拢来遮做礼拜，啊礼拜煞啊好，啊我就转去啊。你有期待你开时间来到伫遮，你会通得到啥物无？咱伫遮的礼拜，你捌想过无？我坐伫遮做礼拜。上帝欢喜我的敬拜吗？咱捌想过无？这个时阵，咱的礼拜无一定互主欢喜，你知无？因为这个时阵，咱人虽然伫遮，总是咱的心无伫遮哦。所以上帝常常甲咱提醒，恁敬拜我，着用啥物？着咱敬拜伊，着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伊的面前。这才是上帝所爱的。咱今仔日心苦痛，咱来到主的面前，咱会当将咱的苦痛、将咱的毋甘愿、将咱的受伤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主所要爱听到的。吼，咱毋是讲来到主的面前，你看我拢足好的啊，我拢足好的，毋过你的心安那咧淌血。吼，上帝伊爱听到你真实的声音。咱通知影，即个时代是足侪人心灵有问题的时代。咱若有去到伫精神疾病的迄个门诊，你若看见都满的。我要带囡仔去，爱排足久的。而且我最近拄着一寡囡仔，特别咱的青少年，拢甲我讲：牧师，我不要活了。嘿，牧师是啊，着要活咧。牧师是啊，着做工课咧，做工课要创啥物咧？
咱的青少年找无人生的目标，咱的青少年毋知要安倒去，咱的老人咧，拢互人送去养护中心。我家己的阿嫂，伫养护中心，拜托伊的囝儿，你甲我带转去好无？伊还阁有法度自理哦，伊家己会当煮饭，伊家己会当过伊的日子，总是伊的囝儿着甲送去养护中心。逐摆去到遐甲看的时阵，恁带我转去好无？我拜托恁带我转去好无？无一个人甲带转去。这是咱的老人的情景，非常的可怜。啊是咱的时代会变到安尼咧，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无建立起来，因为咱甲人的关系无建立起来。所以人甲人的中间，人甲上帝的中间非常的疏远。所以拄着代志的时阵，咱拢会看到哦，我家己的需要，拢袂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伫即个中间，人的生活就非常的痛苦。所以第二届耶和华哈。伫遮咱通看见，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讲安那，恁的礼拜我无爱啦，恁的献祭我无爱啦，吼，恁遮个物件我拢无爱。所以咱通看见，因的敬拜是这么澎湃，这么丰盛，总是上帝耶和华上帝讲我无爱，哈，我不要，因为因无听话，所以因的奉献上帝无爱。啊，所以第二届耶和华上帝搁话临到伫耶利米，甲伊讲，将你腰内面的大安那透起来，将即条大透起来，然后甲伊摕伫石盘，藏伫石盘的内面，吼，甲伊藏伫个石盘的内面，甲藏起来，然后几日了后，吼。咱通看见耶利米非常的听话，就去甲藏起来。啊，过几工了后咧，伊就去安那，甲迄个大摕出来。当即个大摕出来的时阵安那，已经歹去啊，已经烂去啊，已经无路用啊，吼，已经无路用伫即个中间。所以咱通看见。人若离开耶和华上帝，咱的人生会亲像即条烂去的皮带同款，因为人会我行我素，人会照家己的意思去做足侪代志，然后你所做的拢伤害人，你所做的拢破坏人生，人甲人的关系，破坏上帝甲你中间的关系，这是上帝所无爱的，吼。所以咱通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无听话，所以伫因的时代安那，因离开即个听因的上帝，因活倒转去拜别个神明。伫因的时代，因所拜迄个神明是足淫乱的神明，吼，足淫乱的神明，然后建立足侪错误观念的即个神明。所以咱通看见即个神明的敬拜有妙计。有娈童，然后有足侪遮无好性的关系伫迄个所在，然后遮个关系伫遮来破坏家庭，破坏家庭的信任，甲人甲人的中间迄款的根基拢甲污掉伊。所以咱通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对遮安那带来真侪遮个。痛苦的迄个痛苦的生活伫伊的百姓的中间，吼，所以因为因所做的错误，耶和华上帝安那伫遮来兴起其他国家来攻击因，伫遮甲抢夺因所有的，互因伫遮受苦。总是咱通知影，耶和华上帝的刑罚的目的是甚物咧？耶和华上帝的刑罚，毋是为着毁坏，乃是为着重建。
透过灾难，互人会当安那活倒转归往耶和华咱的上帝。吼，毋是要直接来毁坏咱，乃是要互咱会晓得认罪悔改，直接来重新来解救换新，有新的愿望，有新的性命来出来哈。怎么过不去了？我按不下去了哈。好，伫遮咱看见哈，遮个百姓。因为因所做，耶和华伊的上帝会无欢喜，所以伫遮咱通看见，咱通看见上帝就伫遮来毁坏因，来互因拄着真济的苦难。总是伫遮咱通看见伫13章11节，13章11节遮，耶和华讲，即个犹大怎样贴近人的心，贴近人的腰。我可以用中文读吗？好，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所以对这句话，咱通看见上帝借着这个犹大，互咱通知影，上帝真意爱安那，甲咱亲近，真意爱安那，互咱甲伊贴近，贴在一起，紧紧的贴在一起，总是咱通看见这个百姓安那，他们却是不肯，不愿意，不肯，喜欢走自己的路。所以咱通看见，人若无听话，就会受苦真济；人若听话，就会得到真大的祝福，真大的祝福。所以讲，咱要怎样搁一摆来亲近咱的上帝，甲咱的上帝会当连做伙，真要紧就是咱爱会晓得安那活转心。活转心归往上帝，然后上帝就要伫遮安那重建咱，互咱会当重新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即个生命。总是伫我的牧养的中间，我看见真侪人因拄着足侪苦难，毋过安那，因迄个悖逆的心足强的，你已经甲指明出伊的问题甲困境。只要伊肯要改，肯要活转心，就无问题啊。总是安那，就是不愿意，就是无爱。所以伫即个中间，因着继续伫遐受苦，所以我做一个牧者，看因安尼一直受苦，实在是感觉安尼心痛痛，心痛痛。嘛会当做的就是为因祈祷安尼。因若毋肯，咱一丝仔办法拢无诶。所以伫即个中间，我只有甲因交托伫主上帝，伫主上帝。所以我要伫遮来见证分享几个性命伫即个中间。最近教会有一个兄弟，我毋知影伊发生啥物代志，总是伊对我有生气，拢毋爱甲我讲，伊到底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我会当摇的应该是伫搬厝的事的顶面因为伊咧共斗搬厝，我有拜托伊搬，有互伊钱伊照伊的介绍，甲互伊。有可能因为敢若搬转进去迄个人的兜，加两个杆阶梯，加两个阶梯。安尼就不行了，他就对我很生气，所以伫即个中间，我嘛毋知要安怎帮助即个兄弟，因为我甲伊讲牧师会当甲你讲话无？伊就是毋爱，毋爱。伊有来礼拜，总是袂礼拜煞，伊就走去啊。拢无爱甲牧师讲话，为着即个代志，我嘛毋知要安怎总是就是为即个代志来祈祷。结果伫顶礼拜，伊发生意外，
骑奥多摆，啊要闪一台车全跋倒，然后落骨的断四肢吼。啊，所以伫即个中间，伊就住院，吼，啊伊的太太就甲我通知，我就去甲伊看，吼，去甲伊看，啊去甲伊看的中间，会发觉，当我手扭着伊的手的时阵，伊就暗甲我扭掉咧，吼，啊我就伫遐替伊祈祷，替伊祈祷。后来借着即个事件，我感觉真欢喜，上帝透过即个事件，互我甲伊的关系会当重新恢复。也我甲伊谈，吼，你的生命中间若有啥物款无好的所在，就伫即个中间爱改，然后爱安那，吼，爱讲出来，人才会了解你的想法是怎样。真欢喜，伊后来有听我的话，然后有。有会改变，另外就是上帝借着即个事件安那，互伊通知影，伊的问题毋是伊的心理的问题安尼，阁有伊的身体的问题，因为伊的身体有真侪慢性病，伊拢毋知影，总是透过即个意外，伊的慢性病，互人查出来。医生讲，你若阁较慢一事啊，这个慢性病都会要了他的命，吼。所以伫即个事件的中间，伊开始惊着，然后安那，伊开始会晓得感谢上帝。所发生这意外的事，反倒当是上帝对伊的疼，对伊的怜悯伫即个中间，所以伊就伫遐。感谢上帝，也愿意搁倒转来伫教会，吼，愿意搁一届会甲上帝建立关系，也甲人会当伫遐建立关系。所以咱通看见，伫生命的中间，伫咱的信仰的中间，迄个关系较要紧伫其他的事，吼，较要紧伫其他的事，因为好的关系，互咱幸福，互咱快乐。无好的关系，互人会伫遐陷入真侪的痛苦的中间。所以伫信仰的内面，咱的主上帝一直咧甲咱呼叫，亲爱的囝儿，转来，转来，转来。吼，我毋望甲你建立真水、佮真好的关系伫即个中间。也另外一个个案，咱通看见真侪人。特别即个时代，足侪个家庭拢有问题，吼有问题，人甲人的关系无法度建立，甚至足侪做爸母的会伫遐拍伊的囡仔，吼，所以迄个少年人拢伊甲我问，是啊，我爱读册，总是爸母毋要学习安怎做爸母。恁的囡仔要安尼甲恁讲无？嘿。为什么我任何东西都要学习，但是做父母的却不用学习？我都毋知要安怎甲应，嘿，啊，因为迄个囡仔自细汉爸母的离异，的离异，然后父亲一直有很强烈的语言的暴力，所以导致这个孩子有很深的忧郁症在那里。好，虽然有忧郁症，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去学习了手艺。哦，他的手艺真的非常好，他开店生意真的是非常好，可是他却无力开店。好，无力开店，一个月当他开除10工，安尼才会趁钱？嘿，趁无够通用，就爱搁一直支出，一直支出，哈。啊，所以伊伫遮常常毋知影以前啊遮尔认真工作要创啥物，吼。逐工活甲足忝的，然后就甲我讲牧师，我爬不起来。牧师，我很软弱。拄着即款的囡仔，你要安怎帮助伊咧？足侪大人甲讲，啊，你就认真就好了，啊，你就爬起来就好了，啊，你就走出门就好了。啊，他告诉我，牧师，这个我都知道。好，圣经我也读得很透，圣经的真理他都知道，但是他缺了什么？他缺了爱的关系，因为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因为跟父母亲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他没有那个爱的关系，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伊唔知影要为什么来活。所以当我重新甲伊见面的时阵，其实伊早期捌甲我大过，嘿，后来伊开始工作，就离开我，伫甲最近才个重新遇见可能是伫年头的时阵，甲重新再见到他然后伫即个中间开始无养即个囡仔，有足侪时阵伊问我的问题，我拢毋知要怎甲应答，我就只能祷告。我能够做的，为他做的，跟他建立关系的，你来食饭，你来食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你会当做真侪甲人结连的代志。我想请人食饭，你做会到吧？我透过煮饭互伊食，甲伊建立关系，所以逐工去我遐食饭，然后我伫遐食饭的中间，开始甲伊谈话，去理解伊的想法，伊的感觉是啥物。透过安尼，渐渐甲伊建立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后来，其实伫今年我看见以前我带过的囡仔有几个都回来家暴的那些孩子回来，然后所以我有成立一个迄个啥家庭小组，拢是遮个囡仔家庭小组。透过即个小组来牧养因，所以我就甲因讲，安尼我就定一个时间做咱的家庭日，咱做伙规家口啊做伙食饭，规家口啊来佚佗，建立迄个亲密、搁好的即个回忆，迄个回忆伫即个中间。所以最近我看即个囡仔已经开始安那会当持续开店，哇！这互我非常的感动我知影伊足忝的，伊嘛牧师我爬不起来，但是他还是努力爬起来了。所以伫即礼拜中间，伊拢有开店。所以咱通看见，你的爱可以温暖很多的人的心。人的心要能够被温暖，要有爱。所以咱爱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搁好的关系，咱甲人爱建立迄个亲密搁好的关系。总是咱的做爸母的，足侪时阵，咱毋知影要安怎去建立迄个水搁好的关系。咱拄着咱的囡仔出代志，也是有问题的时阵，安那？我们只会指责，我们只会骂，我们没有办法去倾听，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当这个囡仔有法度搁来到我的面前的时阵，我问伊：我跟你在一起，你会不会压力很大？伊甲我讲不会，感谢主，袂。总是伊的妈妈来的时阵，伊拢还没看到妈妈就牧师压力好大，牧师压力好大，所以咱通知影，咱爱学习怎样甲人做伙的时阵，不是给压力，而是给关怀。而是给爱，那么呢，对一个生命底下好奇，你怎么了？你好吗？有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吗？咱是毋是会当更较侪有即款的问话伫咱的生命中间？你知影你周边的人会透过安那，哇，伊生命内面什么话拢甲你讲，他讲得出来，他就能够得医治，就能够得释放。所以在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肺部有问题肺部，然后出院，然后我跟她说，要不要我去见你先生？然后因为她先生还没有信主，结果伊咧甲因先生讲，伊先生讲不要，我真安尼做歹的不爱见牧师，后来最后总算伊要请要见牧师，请要见牧师。迄天我去坐了，才甲伊见面无偌久，伊将伊人生真侪苦痛拢讲了，然后哪讲哪哭。伫迄个中间，我带伊决志，带伊祷告。
结果我看伊的面规个拢亮起来，你知无？哇！我就非常的放心，所以我就离开去做我应该做的事。1点钟了后，伊太太就打电话给我，牧师他已经走了，不是走了，他已经倒在地上了。哇！真的吓死我了，所以我就赶快回去底下给他做迄个 CPR。压了好一会儿，甲迄个急救的人员来的时阵，换手给他们，结果还是走了。还是走了。总是伫这个中间，真感谢主，伫伊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刻安那，伊的哭被听见了。然后他伫这个中间有这觉知，所以他也走得很安详。所以咱通知影，伫咱的身躯边有真侪需要咱去关心、咱去帮助的人。因着你，一个生命会不一样。特别咱有足侪婆婆妈妈对无？恁一定做个主家对无？所以我想，照着恁的主家，会当建立真侪真水佮真好的关系，伫你的生命的中间，总是期待咱会当开放我们的门，让人进来。牧师就是开放我的门，让这些孩子进来。你怎样要对待这些孩子，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都带着恐惧跟害怕跟我互动，所以伫迄个中间，他们不容易信任人，所以他们会整天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所以面对这个囡仔，咱要安怎帮助因呢？互因会当沾到迄个疼的滋味，只要因沾到迄个疼的滋味，因生命就会改变啦。伫咱的周围，真正有足侪即款的囡仔，只要你的一碗牛肉面，只要你的一个好菜，你会温暖了这些孩子的心，互因会当甲恁建立好佮水的关系。照着这个关系，恁会当引带因，伫遮来认捌这个永活的主上帝，永活的主上帝。所以透过这条的带，上帝伫遮来提醒咱。伊所要爱的，就是甲你的关系；伊所要爱的，就是你甲人的关系。所以主上帝讲安那，恁着彼此相爱。这是教会的生活，彼此相爱，建立美好的关系，建立美好的回忆。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幸福，我们就能够快乐。愿我们每一个人，亲像这条带同款，永远安那安安伏伫主的腰的顶面，永远无离开咱的主上帝，甲伊连连伏做伙，互咱的生命，因为有这个上帝，咱的生命愈来愈水，愈来愈荣耀，愈来愈有气力，伫遮来诚做主的荣耀，也诚做侪人的帮助。伫即个中间，咱三个做伙祈祷。主，请宝贝上帝，阮感谢了你的听甲恩典，照着即条带。主啊，你互阮通明白，你所爱的，毋是阮会当奉献偌济，你所爱的是阮要安怎开阮的心门，接纳你，诚做阮的救主，互阮会当。听，因也会当变做高水的人。互主你的听，会当充满伫阮的四周围，互侪人，因为阮也会当得到福气。主啊，帮助阮，请记牢即条带，请提醒阮，着亲近你，着来到伫你的面前，来听你的声，明白你的心意。但即时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感谢陈牧师的正道。咱只是用新的界面来回应上帝的话，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阮着想用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184首，上帝听堂遐有遐大，请起立。上帝听堂那位也大，我的是路啊，叫我比比小个的人，我甲你滚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是我。请坐，这是来奉献。
天父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搁较赐福。万物拢是你所创造，世间一切拢属于你。只是阮要将对你手中所领受的一部分献上，愿做教会圣工、甲福音事工的使用，求你感纳阮的奉献，伫合伫你的心意的所在。求主纪念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兄弟，照你丰盛的应允，赐属灵甲生活上的祝福，愿一切荣光拢是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咱平安日大声，咱来介绍新的朋友哈。这是玉慧姐的表哥、表姐、表妹对高雄呀哈，那来起来哈，咱请大家起来，互咱熟悉一下。上人、上文、上真是啊，还有张艺兴哈，艺兴啊。啊？哦，对不起，哎，张艺兴来，啊，好，谢谢你，欢迎你来哈。讲到舒涵哦，舒涵哦，前一阵子那个在欧洲哈，德国哈，那个得到那个德国决赛木管是吧？好的，他们叫做 first prize， 就是一等奖啦。哦，咱来拍扑啊！哦，咱的舒涵哈，舒涵哦，真正哈，真正欢喜哎。好，啊，真久无看到啊，家辉长老的爸爸啊，杜长老妈妈啊，还有姐姐有来吗？好。好，咱来行平安礼吼，咱唱煞了，咱互相来我用智慧听真心来听你，我用智慧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来为我做的荣耀，我用智慧听真心来听你。互相起来哈，来拍招呼哈。谢谢大老师。好啊，准备了气了。
好唱一遍哦，来。我有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里我就会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好。咱每一个礼拜吼，咱行平安的时候，拢有真济话吼，想要甲对方讲，就像讲牧师讲的吼，咱爱建立吼，咱人甲人的关系，咱人甲上帝的关系，吼，这是真正何等的重要。咱有当时啊，甲咱心内话，甲咱的好朋友吼讲，吼，咱的一寡忧伤吼，会当互好朋友知影吼，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件事。好，这是来报告吼，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读这礼拜金句吼，伫迄款的上后面遮吼，耶利米书30章22节，30章22节，咱台语甲华语拢来读一遍。好，台语来，恁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恁的上帝。耶利米书30章22节。好，华语，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耶利米书30章22节。好，这是来报告哈。消息报告第一项吼今仔主任吼，真正感谢释万罗堡教会陈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为着释万罗教会关心甲代祷本主任嘛是幸福家庭的主任请兄弟关心来代祷咱搁一遍拍拍感谢陈牧师。其实看到陈牧师吼，我嘛想到以前吼，几啊年前去释万罗教会吼，因为阮爱去甲因做伙领受圣餐吼，甲因做伙安尼真正是真感动伫迄个社区吼，甲对客服班开始。甲真济细囝青少年做伙吼，伫遐传播主的福音这实在是真正真好的一个主伫纪念记号吼释万罗教会甲个人教会吼是有真深的关系啦吼所以讲我会记得咱做伙有做伙亚华礼拜过着无？伫款的淡江，在淡江那边，咱有亚华礼拜吼，做亚老礼拜吼那么搁有哦，释万罗教会有4万路教会之歌哦，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你知道4万路教会之歌源自哪里吗？教会。高田教会之歌。可能那个陈牧师有稍微这个修改了一些这个歌词或怎么样，所以咱两间教会实在是真亲密真明讲真亲密的教会啦真结连真亲的教会希望兄弟继续为着陈牧师伫遐服侍来关心来代祷。第2项圣礼典后主日举行圣礼典详时嘛是总会定的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请兄弟备万心第3，咱今年的亚华礼拜亚华礼拜培灵会是9月27到28，2天1夜。2天1夜伫款的立泽简施青儿营地伫宜兰五节乡遐报名费用是700块其实这不止啦2天1夜所以其他的拢是教会来补助请会当嚟公布来报名咱报名甲迄款的交费用伫8月底8月31号为止
第四项咱教育装备组伫秋季教会神学成长班咱有甲台神来合作咱有邀请曾宗盛老师来开设旧约中的信仰生命故事。信仰生命故事就路德记甲约拿记大家拢真熟啦我会记路德记甲约拿记拢敢若4章尔嘛拢4章但是咱会当透过老师来分享这旧约内底的生命的故事信用的坚持互人感动的所在请大家会当报名另外报名费是1000块你若有全勤咱的教会是各会讲退500块好你若要有款的台神的款的600块台神你那个是要申请学分的部分啦请你扫那个旁边的 QR code 好第5项咱今年教会要来举行咱的财务训练那8月16号8月16号就是下礼拜6咱长职财务训练咱邀请浙南教会王亚玲执事伊嘛是会计师来跟咱分享咱是来认捌心中财务规范8月16号9月6号是团课对财务的训练团课的这个账务处理标准流程，咱望甲各团课的一个账务处理流程会当标准化。会当标准化所以咱的时间拢是拜六2点至4点伫副堂来召开邀请咱的中级甲团课会长甲会计来同工来出席你对那个这个财务的流程还有宗会的规范有兴趣的同工会友拢会当参加，我常常讲咱上课2小时那个到了第40分钟的时候是一个艰困的撞墙期所以呢，我决定中间休困。差不多20分至半点钟，有一个下午茶时间啦，下午茶时间互大家会当咱中级会当互相交陪，嘛会使利用这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甲王亚玲会计师来互相来抬杠其实这内底会计师嘛有讲，伊望 Q&A 的时间会较侪啦。你无讲你伫遐上课，你伫遐上课对无？你着踊跃发问，你着提问嘛，你着问，所以讲你财务有当时要安怎讲，就是讲咧足无聊的拢咧 SOP 拢咧照步来的啦其实你着使问那是安那呢？是安那呢？会使问望咱对咱中会的会计系统，咱拢会当了解，财务拢会当了解，因为咱上重要的就是讲，咱人甲钱要安怎管理好，这大家因为我是财务长老啦所以要讲较侪一下好，第6新师者月刊咱这期2003期新师者杂志压缩爱丽压缩爱丽爱是 AI 啦。所以在检讨讲伊个共识幻觉到真实共融伫 AI 的世代咱真侪基督徒要安怎用这个科技，但是咱爱回归咱讲道的要安怎讲传统而且讲拒绝人工智慧，我的感觉是咱唔通拒绝，但是咱爱善用人工智慧。但是咱爱知影，咱上重要的是圣经的道理，这是无法度神的话，AI 无法度取代，
新的话，AI 无法度取代。好，团契消息，妇女团契8月份月例会，伫8月16，再是拜六这写毋对去拜六8月16拜六10点10点歌声诗班练歌咱11点要来做蛋黄酥要来做蛋黄酥咱请张燕如老师咱请张燕如老师甲咱教要安怎做迄款的真好食的蛋黄酥每一个人会当做6粒我毋知影是6粒是安怎分反正大家拍拼做做大家甲做好了甲大家分享安尼好，咱上年团契8月份月例会是8月21号拜四上午10点10点这专题是减缓高龄走向病理老化。减缓高龄走向病老化，延缓老化，延缓老化，就是讲，咱请到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林晶晶博士，伊是文山教会的会友，咱邀请伊来甲咱讲，请要参加的兄弟伫公布拿来登记，这上年团契8月份的月例会。就是咱请林博士甲咱讲减缓高龄走向病理老化。好教界的消息甲信息的介绍，请大家来参考。那下面咱来公道。咱为着侪的事项来公道不管是你出声还是无出声阮拢来摆列咱的祈祷伫咱主的面前。亲爱的主上帝，你是爱听咱祈祷的上帝。阮即时为着身躯病痛、心情无平安的兄弟，来向你祈祷，求主怜悯看顾你的大权能，透过医生的手，透过医疗的系统，来互因的身躯渐渐会当来得到健康，内心会当得到平安。阮也着纪念长期照顾的家人、甲看顾者，求主你赏赐因快乐甲平安。我嘛为着柯牧师、玉珍执事、阁新义长老、恩慈全家因休假全家出游来祈祷，求主保守因出入平安，心灵会当放真轻松，会当充电，会当欢喜快乐来享受这个假期。阮有缘为着台湾中南部受到灾害的家庭甲人民来祈祷。主啊，我实在毋知即届的水灾真正造成真侪人的痛苦。当阮好好阁会当每日有一个所在会当困，会当休困，阮在想有真侪人因连厝顶拢去用风台吹走啊，到即嘛拢还未重建。求主你安慰因，嘛求主你来催逼阮的政府，会当紧急来运用搁较侪的资源。来紧急来，互因
得到帮助，互因得到平安。亲爱的主，台湾常常面对真侪挑战，除了风台，除了地动，有时咱嘛拄着咱经济上国际的挑战，真侪挑战，咱毋知会怎样来发生。求主你赏赐执政的官员有智慧，不管是执政党、在野党，会当合作来面对国际经济挑战，来面对要安怎来互阮的经济搁较好，嘛互受到即个关税冲击的企业，政府爱提出办法来补助，来互因转型。这拢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救主，阮求你来，互台湾这片岛屿，阮的人民团结对外，会当应付所有的挑战。我嘛求主你来保守高田教会，伫新每一个礼拜，阮拢会当好好啊过阮的日子，阮所有的会友会当伫因的所在，因的工课，因的生活，因的健康，咱拢会得到你的保守甲安慰，拢会当得到你祝福。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咱即时来唱落尾上扬的圣诗，请起立，唱完请陈牧师替咱祝祷。愿主所保的，愿兄弟也能并着你，也能做你关爱的。愿主兄弟所保的，祝你平安。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的第一阳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恁，赏赐恁平安，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请音乐结束了才起身。好，今日主日礼拜到这上帝祝福大家。